咁浴室入邊除咗有浴缸之外咧，就梗係有坐廁啦。咁坐廁沖水咧，一般有虹吸式、下沖式，而為咗節省用水、達到環保嘅目的，所以佢哋仲可以分為小沖式同埋大沖式噶。等大家可以因應唔同嘅需要嚟到選用嘅。咁當然要得到政府有關部門嘅批准至得啦。咁喺決定選用邊隻牌子嘅坐廁同埋水箱之前，最好就要求供應商提供實板，包括坐廁同埋廁板、來水同埋去水嘅接駁配件、水箱配件同埋水箱嘅。當所有實板齊備晒之後，就要檢驗配件係咪合乎規格，仲要喺地盤試下裝嵌，同埋進行沖水測試，要一次過沖得晒咁先至 OK 噶。另外就要注意唔同坐廁嘅去水窿位置都有唔同嘅流窿要求嘅。例如直徑係150mm嘅窿咧，就要配合直徑係100mm嘅喉筒。總之一定要啱 size，凸冚咁至好嘅。就正如插頭同埋插蘇一樣，size 都要啱啱好咁咯。點知啊？仲要留意坐廁去水位，同埋做好地台面平水，流窿或者套通一定唔可以倒斜至得噶。咁喺安裝坐廁之前呢，地台瓦就要先做好，然後再清理好場地，咁先至可以安裝嘅。咁至於來水配件嘅曲尺制，除咗係要適合鹹水使用之外，亦都要夠耐用。而喺安裝嘅時候咧，就唔可以用桐油灰，一定要用 slim 膠布嘅。不過工友記得喺收曲尺制嗰陣時咧，千祈就唔好出盡力，唔係就好容易收爆噶咯噃。嗱，另外咧，為咗方便維修，每一個單位嘅浴室外牆都要一個鹹水來水分制，位置仲一定要係可以輕易接觸得到咁先得嘅。咁樣喺緊急嘅時候就方便閂水掣啦嘛。至於用嚟接駁坐廁去水同埋喉筒嘅配件，就一定要用則師批准嘅廁所駁嘴配件，就即係 WC connector， 同埋仲有記得一定唔可以墊高或者打低地台嚟到安裝坐廁嘅。嗱，咁當位置確定好之後啦，就可以畫上螺絲位，然後再照住呢啲螺絲位嚟鑽窿，跟手就可以用不鏽鋼螺絲嚟安裝坐廁啦。裝好之後，最緊要 check 下個坐廁係咪夠穩固至好啊！如果唔係去下冧咗個大劑啦，係嘛？咁坐廁搞掂咧，就輪到安裝水箱啦。坐廁水箱配件咧，就一定要合乎水務署條例，同埋要係適用於鹹水至得嘅。咁喺安裝水箱配件同埋來水接駁嘅時候，工友係絕對唔可以私自改裝任何配件嘅。如果喺安裝上有啲咩問題，就一定要話俾供應商同埋則師知，由佢哋嚟解決，千祈唔好自把自為啊！咁又係啊，工友喺收來水喉管同埋水箱駁口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太大力，唔係就會收爆駁口噶啦。咁喺裝好之後啦，工友就一定要確保水箱裏邊嘅配件已經安妥，同埋調校好適當嘅水位。咁至於呢個拉手位咧，就一定要有足夠嘅空間嚟操作啦。咁另外仲要試下個水箱係咪可以一次過沖晒先得嘅，冇問題嘅話，咁喺交樓之前再安裝埋呢個廁板，咁就 OK 晒啦。嗱，你啊國強，係咪大頭蝦做樓一樣啊？放心啦，炳叔，乜你冇聽過咩？功夫俾到十足，我自己也自豪。係就至好啦。